讲的话题要来关心热天，真侪人爱啉汽水，或者是啉一寡凉的来止喙焦。不离个咱看到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的研究机关，最近研究发觉讲，一天若是啉超过2杯2.5毫升有糖的这凉的，死亡率比一般人较悬8%。啊，若是大糖的饮料，可能搁较惊人。逐工啉超过2杯，死亡率比一般人悬差不多26%。漚翕的热天，免不了啉一粒汽水咧来消热解渴。不过爱细致哦，这类饮料若是啉伤济，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研究显示讲，安尼有可能会互你的死亡率大大来提升。糖尿病啊、高血脂症啊，或者甚至一些癌症的复发，这些通通都有可能跟含糖饮料是有相关性的，甚至长期饮用的时候还会造成一些失智的风险。研究统计10个欧洲国家，超过45万人，平均的年岁是50岁，无癌症，嘛无心血管病症的人来测试。甲追踪9年了后，发现讲，一天若是啉2杯还是2杯以上250cc 这类加糖饮料的人，伊的死亡率比一天啉1杯以下的会悬出8%。若讲迄落大糖饮料，佫较无健康。逐天若是啉2杯还是2杯以上，安尼死亡率就会比啉1杯加悬出26%。我今天吃了代糖，我其他的甜度我还是要吃那么甜，那所以相较之下，我可能就会变得比较胖。那当我变胖的时候，我其他慢性疾病的罹患率也会相对增加，所以我的死亡率并没有相对减少。营养师嘛提醒讲，大糖饮料虽然讲标榜热量较低，不过若是过量抵着爱食甜点，安尼就真好去改。安尼对健康的负担颠倒搁较大。另外，就算讲迄落纯果汁，伊加糖的量嘛是真悬，所以伫啉的时阵嘛袂当因为纯果汁都无准则。咱人一天糖类的摄取量袂当超过所需要卡路里的10%，安尼咱的身体才袂出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